一條看似正路的路。箴言16章25節，有一條路，人以為是正路，走到盡頭卻是死亡之路。事情唔總係好似佢哋嘅外表一樣嘅。箴言警告我哋可能自以為係走喺一條正路上，但係實際上卻係走喺敵對神嘅方向，朝住死亡而行。羅馬書3章10至18節指出，人們係唔會主動尋求神或者追求公義嘅，只有聖靈能夠喚醒我哋向基督沉睡嘅心，令到我哋願意遵行神嘅旨意。如果我哋所做嘅決定已經遠離聖靈嘅教導啦，我哋就好似一艘冇咗指南針嘅船一樣，我哋會以自己嘅智慧嚟判斷，按住自己睇起嚟係最合理嘅方式去行事，但係睇落嚟富有吸引力嘅事物，實際上卻係可能將我哋推入罪惡嘅深淵嘅，最後係會毀滅我哋最寶貝嘅東西。哥林多前書1章18至20節話，人類最深奧嘅思想喺神面前係愚拙嘅。馬太福音7章13至14節就話俾我哋知道，唯有神嘅道路係永生嘅道路，佢要引導我哋行喺其中。唔好假設每個機會都係由神而嚟嘅。哥林多後書11章14節就指出，撒旦係會假扮成為光明嘅天使，佢嘅邀請對你似乎係最有好處，但係約翰福音8章44節就表明啦，佢嘅道路只會將人引入死亡。詩篇119篇105節話，唯有神嘅話語如同路上嘅光，引導你走向正路。如果冇先諮詢聖靈嘅指引而行事，係非常危險嘅。主喺約翰福音16章13節嗰度話，只等真理的靈來了，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理。他不是憑着自己說話，而是把他聽見的都說出來，並且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。當你面對抉擇嘅時候，花時間去尋求聖靈嘅指引，佢對你各個選擇都係一清二楚嘅。佢會幫助你去了解真理同埋經驗豐盛嘅生命。要相信佢嘅帶領，求神賜我哋一顆警醒嘅心啦。阿門。